安好，我们一起来看138首。我活着是，好，我们活着都是要与我们的主合而为一啦。主怎么做，我们跟着做啊。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真的把我们的生命带出，彰显他的生命哈。这才是真正与主合一的生命哈。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138首。我活着是与我的主合一。小丁呢？因为他都在吃水饺的那味啊，韭菜味，不要紧，不影响哈。来，好，138首，我活着是，我活着是要与我主合一，我已知道他活在我里面。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，我活着是要与我主合一，我活着是要顺服我的主，因为他话语如剑刺我心。我要跟随他到加略山上，我活着是要顺服我的主。我们再次从头来，我活着是要与我主合一，我已知道他话在我里面。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彰显，我活着是要与我主合一，我活着是要顺服我的主，因为他话语如剑刺我心。我要跟随他到加略山上，我活着是要顺服我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主，我们活着是要能够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。主啊，当我们与主能够合而为一的心志，我们需要付上与主一样的代价。让我们的生命是愿意付上代价的生命，在我们的所信的福音里面，能够带出生命的果实。我们一摆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让我们会当三甲学习跟对主的脚步，要安怎样用顺服的心志来完成上帝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我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祈祷，愿上帝你赐福我们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。同心祈祷恳求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吼，来时间咱改做7点半吼。小张了，今日嘛真欢喜的，当去看到你来参加，辛苦哈，大家辛苦。咱今日吼，牧师要跟咱分享这个顺服的代价啦吼。我感觉顺服的生命、顺服的生命，其实对基督徒来说，大家都非常乐意，也愿意，也想要。但是顺服背后需要付上的生命的代价，不见得是每一个人能够体会。那我觉得圣经里面，我们非常清楚知道有一个故事，我们非常了解，在路加福音23章26节，在耶稣在要准备被定的时候，他在走那一段苦路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都知道。他们把耶稣带去的地方带走的时候，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他从乡下来，他们就抓住他，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，叫他背着跟随耶稣了那其实这段话呢，路加福音是简单这样记载，但是马可福音他是特别写到，他是亚历山大和卢弗的父亲古利奈人西门。从乡下来，途经那地方，注意他是特别写到，就是沿途经过那地方啦。
也就是说，这个西门他并不是为了要跟随耶稣而去的，他是怎么样？他只是刚好经过、路过。那到底为什么他会突然间被抓走？其实这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段话。那后面马可福音后面写说，卫兵就强迫他，有没有？强迫，还有前面的途经那地方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其实西门这一个人呢，他实际上并不是一开始他就愿意背耶稣的十字架，可是圣经里面却特别提到这个西门。我觉得上帝特别让一个人，他并不是一开始是愿意顺服的，可是却因为他背着十字架的过程，往后他的人生，包含他的家庭，因此而过着跟随认识了耶稣基督，甚至跟随主的脚踪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，到底我们顺服的代价有没有些时候不是自己在付的代价？耶稣他要钉十字架，对不对？理当耶稣应该要背十字架吧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为什么不是耶稣背？为什么是别人背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耶稣爱钉十字架，原则上应该是爱耶稣爱拍啊。啊是，哎对，啊谁那是别人帮伊拍？谁那是别人帮伊拍这个十字架？哎啊，但是边仔看到的人，伊无拄要去给伊拍哦，无人要给伊拍哦，啊，所以边仔在这些士兵才会强迫嘛，强迫这个西门，因为来什么人会当来帮耶稣？因为大家拢个有的人也会跟随耶稣嘛，对吧？所以哦，我觉得这非常有故事的含义存在。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哈，不管是路加或马可，其实马可特别强调神的拣选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愿意跟随主，但是不见得会愿意付上背起十字架的代价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顺服的代价，有些时候并不是自己会付上代价的。我简单个举一个例，好，那之前哈，咱这个同工吼，甲牧师讲，牧师啊，这个宣教师吼，安尼全规家伙啊吼，伊要去就好啊，连囝儿就拢爱对咧去啦。吼，四个拢做伙去吼，有时吼，咱嘛想讲吼，牧师的家庭，我嘛捌讲台顶咧讲，我讲牧师，我徛伫讲台做讲师做一个牧者，但是我的囝伊无法度通像一般的囡仔，礼拜日吼煮日2000假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拢爱看，讲啊牧师啊，恁囝今仔无出来，哎，这是我讲的，是。我意思是讲，伊不是咧签说的，哎，我知。对。舞一步，所以我咧讲，我无讲唔对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这咱咧探讨这个议题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有真侪时阵顺服，我本身做一个传道教者，受主的呼召，吼，但是无拄我的太太，包含我的囝儿，包含我的家庭。因会愿意对我做伙去做宣教的工作，吼！我举一个例，我较早伫一间教会，吼啊，遐个同工吼，兄弟拢会讲啊，牧师，啊，恁爸爸妈妈卡拢无咧来啊，伊定定讲甲我问即句哦，恁爸爸妈妈卡拢无要来遮参加，含咱做伙聚会啊？我讲啊，人伊有家己的教会啊，伊咧讲的，我咧讲的就是即个议题，就是讲一个宣教师当伊愿意献身的时阵。有当时伊的家庭是爱付出什么代价？有当时是金钱上，有当时是时间上，有当时是伊的家庭，无论大细小，拢是咧献身啊。所以吼，我即摆要讲的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讲，当宣教师伊顺服上帝去海外去宣教，伊的囡仔伊无法度接受正常的教育，伊的家人有当时爱长期甲伊分割，这是一种。啊，另外一种就是规家伙仔拢带去，吼，所以。你会当发觉，其实咱伫顺服的代价，爱歹去的代价，有当时我愿意顺服，无代表我厝里的人用法度。所以过去吼，捌有兄弟常常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着甲恁牧师娘讲，我妈妈常常甲我安尼甲我讲恁某吼安怎吼无啥适合做牧师娘，安怎吼？啊，我着咧想讲，主啊，帮助我
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，但是我知影，我的太太伊是初代信徒，吼，伊是因为我要跟我做伙，后来了，伊先去洗礼，洗礼了，阮就结婚。所以原则上，伊伫伊的生命内底，伊并无原底伊无拍算伊要做牧师娘的。所以当伊牵一个，当结婚结婚了后，伊就安怎？马上就做一个变成牧师娘。我捌常常甲牧师娘问过，我牧师娘，伊讲莫叫我牧师娘，伊讲伊袂爱人直接叫伊牧师娘。我讲无要安怎叫？伊讲叫师母就好。我讲是安怎？伊讲牧师娘敢若是我是恁娘，我是你妈妈。但是后来我就跟他讲，不是，牧师娘是以前叫做牧师娘子、娘子，迄是一个做敬称的一个称谓。好，但是我隐约我会当了解我的太太，伊有真侪部分，伊知影，伊讲伊要嫁互我的时阵，伊就爱有一个负担，伊爱成做一个身份无相款的人。牧师毋是无要为伊讲话，我毋是要为伊讲话哦，我要讲的是，我感觉我做一个牧师，足好做，足简单做，是因为我跟上帝关系。但是我的囝儿，包含我的太太，包含阮全家，你会记得咱教会要建堂的时阵有无？吼，我要建堂的时阵，我迄个时阵开足侪时间咧，跟阮爸爸妈妈、跟阮兜的人咧沟通。要安怎大家做伙会当来关心大桥教会，然后来参与，包含阮小妹嘛是共款。所以这就是啥？要安怎付出代价？毋是我愿意顺服。其实有真侪时阵，我的家庭因是爱安怎？因嘛是爱歹去这重担。但是问题来啊，当咱看见，当咱愿意顺服的时阵，无拄你厝里的人伊会愿意配合啊。对吧？有当时咱做长老的，咱应该做清楚啊。咱伫教会若做一个小组长，做一个任务，做一个身份的时阵，你的厝里的人病就安怎？伊嘛爱陪去迄个重担呢？是安怎？人会看，讲啊，恁太太、恁先生哪拢无来，恁兜的人哪无咧参与，同款意思。所以咱爱知影，顺服的代价，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内面。顺服上帝，有时代价会转嫁到什么样别人的身上。简单举一个咧，恁的牧师是一个较平淡，还是一个较勤快、较爱做工的人？恁感觉？咱分享一下，咱分享看觅。简单分享，莫有啥物讲牧师，我今日想到安怎？莫安尼。牧师为什么要讲这个议题呢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去探讨的是，当牧师有些时候，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目标跟想法。但是这个目标跟想法他提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背后的人他是怎么样？他是紧跟在后，而且是压力的。不要打吗？哈？我可以拒绝不要打吗？可以啊，可以不要打没关系。但是牧师的意思是说，我觉得，我简单举个例子好了。我自己在做一个牧者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的要求特别的高。为什么？可是我的孩子却有些时候他是没办法接受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这一块，我只能够告诉他，因为上帝爱你，上帝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不一样，但我不希望你们是因为我是牧师，爸爸是牧师，而你们一定要怎么做，我不希望这样，我希望你们做你们自己。我师傅，咱即摆这个时代哦，咱是大的这个思维哦。我是照我安尼私底下安尼了解听了，已经改变了。你毋知影？你若讲一个家庭哦，一个家庭若有一人基督徒对不对？来到教会，有诶无来时哦，你毋知影？人家问讲你啥无来？嘿。你毋知伊会安讲伊来讲哦，迄得救哦，是家己努力出来的吼。你甲叫伊若毋来吼。迄是嘛是伊的代志啊，但是这若照过去较早讲袂通的，因为你家己人，你一条引出来啊，你袂使讲伊无来得救是咱跟上帝缘个人的代志啊，得救是家己去努力啊，伊若毋来是迄是伊的代志啊，伊就是讲以后你我著甲你讲啊，以后你若无得救对不对？迄是迄是你的代志啊！我努力，行这条永生之路，我家己去努力出来。
你即摆人的思维应该是不会咯，我是安尼，无啥为咧一个家庭吼，安尼有时啊为啊无要信啊，为要信啊为，较早即款。其实今仔日牧师要讲的这个主题吼，确实一个概念是啥呢？顺服，咱爱了解吼，我等下后壁面会讲到，有几个两个方向，咱爱去好好思考。今仔日吼，较毋是，我相信，因为这是我伫咧准备的过程的中间发觉讲，这段圣经节，我一直感觉讲很特别，嘛是一个真，为什么作者伊想要藏伫内底？罗家伊无藏，但是后壁马克伊讲诶，互我感觉讲，不一样哦。这个经过的西门，竟然他是代替了耶稣背负的那个苦路过程，但是不见得所有人愿意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马可他把它放在这里面，一定有他的目的在。那我感觉讲，耶稣等伊极先衰弱的中间，当兵啊强迫一个对庄卡来，伊伫遐雕像，吼，伊要拄要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中间，然后请西门来替伊顶排这个十字架。我感觉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关系。这是什么？耶稣有使命无？有无？有嘛，对无？所以耶稣伊是要行要同定死的这个苦路，但是伊后壁有信伊的人无？嘛有啊。但是咱对咱头拄我有讲到这个故事的过程，兵啊是安怎？是强迫伊哦。是安怎兵啊要强迫？遐济人军队耶稣的，遐济人捌互耶稣医治过。较侪人捌听过伊讲道的人，但是最后是安怎？耶稣要行死亡的时阵，爱为着人付出代价的性命来救人的性命的时阵，竟然无一个人愿意来安怎为伊来排十字架。但是我嘛咧想讲，这个门徒，之前是安怎？耶稣被掠的时阵，因是啥？得的得，酸的酸，对无？所以咱会当理解。迄当时耶稣被掠了后，其实有真侪人唔敢，因为伊若讲，伊若信会安怎被掠去？恁是对耶稣的，所以当初我有讲过，犹太教甲基督徒是无，基督教是完全无共款的信用，所以咱会当理解，西门伊是被上架赶鸭子上架，他付上了那个什么为耶稣背的那个代价的，是付上代价的，所以我感觉。西门，伊毋是耶路撒冷人，但是伊拄啊经过中间被压迫的中间，伊扮演了上帝计划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啦。所以我要问咱伊是被强迫的，对无？这正做上帝所拣选的人。咱即马咧，咱即马要顺服上帝，无错，你茫讲强迫啊！你安尼强迫，互人会袂堪折啊！袂堪折，我讲安尼，咱就莫去做这个工课，安尼好无？安尼我阁问咱这个工课，含这个莫请伊来做这个工课，这敢对？这两种的思考就无共啊！工课是啥？这是上帝互咱的使命工课啊！教会有一个使命，就是爱做传福音的教会，爱做互人得救生命、灵魂得救的所在。教会就爱针对上帝爱咱做的工课，爱去完成啊。但是问题是人无法度啊，人无法度的时阵，你要怎？你莫甲强迫，无人要去做啊。选的选，道的道，无人要排去十字架道路啊，对无？所以最后是兵啊强迫人去啊。所以其实咱基督徒，咱伫教会咧讲啥？排去你的十字架，我讲啊坦白的，大家拢做好讲啊，但是无人愿意啊。无人愿意啊，所以咱今日咧讲的这个主题顺服的代价是啥？好，咱做伙来看。好，顺服是耶稣，对无？但是付出这个排起这十字架，其实我是感觉讲耶稣的代价是真大啦，伊是最后个定伫迄顶面啦，伊无排迄个部分。我讲排对咱人来看，咱会感觉讲足苦的，但是咱无想到讲伊最后迄个被定的那个是更大的。其实有真侪人咧讲，耶稣顺服上帝旨意，行这十字架道路，互这个西门这是拖累伊啊。这那坦白讲，这故事看起来就是做成拖累啊嘛，对无？但是咱本来想复杂啦，但是迄个兵耶稣用讲较上红的女留下点对？迄个兵
知影讲伊无可能举这个事业，对行到对个探。所以兵啊，临时紧找一个叫来，对无？啊，我相信找一个吼，可能我来找一个较用的啦。找一个较用的，但是马克路加无记载，马克是有讲伊是强迫伊来举这是不是假哦？意思讲，就算你搁较勇的人嘛，无拄愿意，伊毋是愿意的啊，所以毋较有强迫，对无？所以圣经是写强迫啊，就算伊是勇的嘛，无拄伊愿意啊。所以若现实咱来看今仔日的教会，咱有真侪作勇的啊，但是无拄愿意啊，对吧？所以这种的逻辑是正确的。我感觉圣经伊讲的无毋对，西门伊的转变，马克伊特别指出。西门这个亚历山大卢浮的父亲，暗示着这个家庭、这个家族，正做未来教会中一个真知名、真有名的信徒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哦，每一个同工咱来理解，圣经里面咱咧看这场被逼迫的苦难的经历，会成为一个家庭里面信主的一个转折点，是在地啥？有当时是在地被强迫的过程。强迫去顺服上帝爱伊做的工作，所以我一直感觉讲，咱伫主的道路的中间，尽量当然事工吼，拢是爱互相沟通，大家人爱理解的情形下来做伙行，这是上好的。但是往往以来啊，无拄完全是安尼啦，因为有大部分牧师较侪时间，有当时拢定咧灵修，啊嘛咧看，你看咱牧者吼，咱今一冬吼拢爱做啥？到年底的时阵有无？拢会做个啥？事工研讨会。啊，事工研讨会牧师就开始，有的教会牧师拢有讲啥？有近程、中程、远程目标。几冬了后，咱的教会就爱安怎？几冬了后，教会就安怎？毋着牧师毋着突然间到年底的时阵，突然间困一醒，上帝就甲伊讲：你爱做这，无可能。一定拢是牧者，伊伫规年透冬，他们这兄弟姊妹咧看教会中间，伊就咧看。所以牧师，我想要甲咱问讲，恁安怎看牧者？决定恁安怎咧理解牧师？牧师毋是要讲爱咱甲咱评，要甲牧师评量啊！我毋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恁安怎咧看牧师是虾米款的人？然后你才会知影讲，你本身了解恁的牧者偌济啦。往往如果咱若无了解这个部分，你就会发觉啥？牧师你冲。其实毋是，牧师拢了解，因为我看真多，我嘛知影教会生态安怎咧运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来了解，为什么阮去读新人院？阮读新人院，阮逐礼拜吼，拢有一个叫做牧会，迄个啥牧会实习课，牧会实习的课啦。迄实习的课就是咧讨论啦，拢咧讨论啥？教会吼拄着啥物问题，着安怎处理？然后就爱有一个叫做牧会伦理啊，就是照着牧会伦理安怎去牵兄弟姊妹做教导，然后分享，要安怎互教会信徒大家做伙行。所以咱来了解圣经内面有真侪咧讲起，有真侪时阵上帝所呼召的人，恁的牧师敢是上帝呼召的？这问题应该回答得出来吧？是吧？恁若唔相信恁牧师是上帝呼召，安尼恁干嘛听伊咧讲道？对吧？所以咱了解牧师若是上帝所呼召的，安尼上帝会通过这个牧者，伊所传达，无论是义上看法、事工，爱安怎？爱大家做伙就爱来讨论、祈祷，然后凝聚一个意向，安怎？做伙来去行。但是你会发觉，有真侪时阵牧师是安怎？我可能伫台下顶咧讲道，但是下底面我有可能牧师跟一边讲道，搁走来下底交代，无法度。所以有真侪时阵，人的关系是通过对位来，对交代来，对咱的事工小组来，对咱的陪伴来。所以有当时恁付出的代价是比牧师搁较侪哦。我要讲的是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们一起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工作上。不是牧者比较荣耀神啊，是我们来等下，是在地。我简单讲一个咧，只要我顺服，如果咱顺服，好啦，我卖互别个人，大家人较受苦啦，
我来做就好啊。来，恁来想看卖，这种的观念会使袂？我搁讲一摆哦，咱伫小组，咱伫兄弟姊妹中间吼，大家拢遮苦啊吼，我来就好啊，我顺服就好啊，其他人毋免遮苦啦。这种观念好无？恁来思考看卖。咱普通哦，咱一间教会哦，即个东港服侍人员，真正，以我过去的经验啦，是，拢无人来，毋是用强迫的。我讲哦，你若强迫一个人来哦，伊我讲听，伊毋做啦。你若要叫伊出来做服侍时哦，是，伊若点的时哦，伊就已经顺服啊。伊即日看到一个种植啊吼，伊讲是强迫出来做，伊毋做，你甲咱甲强迫伊嘛毋做，但是你若叫伊出来做，伊若点哦，安尼伊就已经就顺服个，就是出来做。你看到一个东港啊，种植啊对一个哦，是用强迫出来做，用强迫出来做，这就真正这是无意思啊！这干脆伊莫来做。我佮简单举一个例吼，咱应该较清楚。咱的生命观若是只要我顺服了，其他人不用受苦，不用受苦。我简单举一个例，我的妈妈伊过去捌爱我去奉献，我讲妈妈我无钱，你钱互我摕去奉献，我妈妈就互我摕去。但是我妈妈拢会甲我讲一句。伊讲，你得爱守规矩，照上帝互你的，你爱该奉献爱奉献，你唔通欠。我讲妈妈，我真正无钱，你顺服上帝，你愿意奉献就好啊，你莫强迫我，你莫强迫我。后来我即马我的生命观，我完全改变。我感谢我的妈妈是甲我强迫。因为伊伫强迫的中间，互我知影我无顺服。因为伊的强迫，互我明白我的生命是因为我的妈妈咧顺服，互我无受苦。因为我袂因为金钱无够，我袂去知影讲，原来我是爱奉献的啊。因为我感觉讲奉献足简单啊，就妈妈你钱互我就会当奉献啊。但是我即摆无共诶，我即摆当我咧教导我的太太，教导我的囝儿，我4个囡仔开销创啥，我拢算甲整，我拢甲牧师娘拢咧算这个代志。我发觉一样代志，就是当咱伫上帝爱咱做的事，这个顺服其实是爱付上代价的。因为你若无付出代价，你无法当去体会到。你有时你咧付出代价，你顺服，但是你无做袂到。所以我的意思是咧讲。腓立比书吼，咱来看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1章29节。吼，这段圣经在应该咱就会较清楚。吼，伫讲到，吼信主的人甲蒙受恩典祝福的人，吼，咱来明白，吼这段话。恁妈妈甲伊讲的奉献，但是伊可能无，这是个例啦，我举一个例啦。无甲伊讲奉献的意义啊，无得奉，咱就咱啥在要奉献。有，我妈妈拢会甲我讲。但是我无法当理解，因为我是徛伫我家己的立场吼。后来咱看腓立比书第1章29节，来，咱做伙读吼。因为，我这是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但是后边迄句哦。后面那一句是写，并要为他受苦啊。大部分基督徒会把后面那一句话忽略掉。蒙恩好不好？蒙受祝福的恩典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哦，你也信服上帝啦。你有信心，你也相信，然后顺服基督。但是咱后边迄句拢给忽略了，是要为他受苦的。每一个信徒得要付出代价的，没有错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单纯只是让弟兄姐妹或者是青少年来到教会，他们享受恩典，可是我们却没有教导他们，
没有看到生命结果时的生命，那不是真的福音啊，那也不是真的关系啊。我们的关系是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愿意付出代价，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这份恩典。来，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节，哥林多后书4章11节到12节。哥林多后书4章11到12。这段话恁看了，恁就明白啊。牧师咧讲什么？有真侪时阵，咱就是这种的生命吼。第4章，哥林多后书后书哦吼，后书第4章11、12、12节。4章11到12，我们这很点哈，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对吧？好，后边段你有看到，有讲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哪里？有无？敢有？有无？我是甲截取了，中遐我无看了，好。后边有下掉了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怎样？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，了解不？死，什么叫做死？是伫咱心情发动。咱咧做工吼，爱安怎？爱付出，敢袂输，敢你要死啊？是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但是活是什么人咧活？别个人咧活吼，敢是安尼？嘿啊，敢若是安尼呢。但是吼，真正咱若拢安尼咧做吼，逐个人敢会看出讲咱为虾米要安尼做？咱若无要想讲带人伊嘛来认捌即种生命，我认为啦，人拢是安怎？后壁的人拢敢若享受着，但是毋知影咱咧做啥。所以咱咧做虾米代志，咱爱教无？爱讲无？爱讲呢？我觉得要教导呢。好。所以，我们这活着的人，真正活着的人，在主里面活着的人，是常常为耶稣被交在死地。咱拢爱亲像咧啥？咧顶是不是加共款？所以顺服所产生的代价，不是白白受苦哦，是要被神用来或成就更大的祝福跟生命的改变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我要问咱好，恁的迄个学习单顶面告一个问题2，有无？问题2。好，问题2，我们来想一下哈，我是否应该牺牲自己，让别人不要受苦？要不要？可是，我们要问是要受什么苦啊？我们的牺牲是要让别人不要受什么苦？受罪的苦啊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就要去怎么样？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啊，对吧？但是如果呢？如果你的牺牲却是让人去享乐，而让他一直在罪恶当中，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对了。我觉得这又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向了。好，有人有一种生命观念，就是说我不要人受苦，所以我自己不要顺服，你避免怎么样卷入跟他人一样的状况。所以我也不想受苦了。反正别人反正我们的福音是要教导让人家平安喜乐的。是开心的，所以你们觉得信主的过程不会有眼泪吗？信主的过程难道就只有嘻嘻哈哈的开心吗？我觉得应该不是了。信主的过程有些时候是一种就像刀子在割你身上的那个什么肉一样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5节。马太福音第16章。第16章24到25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怎么样？舍己，看无家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凡为我上吊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
所以我觉得，当我们在传福音，是要让人得着福音的生命，得救的生命。好，我们要为上帝、为耶稣上吊生命啊，才会得着生命啊。那我问各位，咱今日若一个无道友来到伫教会，哎，咱即摆会当卖看，一个无道友来到教会，咱拢惊伊甲伊得失，拢无要甲伊教，无要甲伊分享，无要甲伊了解伊的生命的问题，要安怎去做调整。咱若干那讲好，你看我来教会，你看偌好，拄偌好，有通食，有通掠。那干安尼的话，我感觉这是做危险的工课。但是我们不会讲这对样的话。但是我们不讲的话，我们要怎么说？现在我就要带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。我现在要讲的不是说我们不去跟他吃，不跟他玩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讲的是说，当人进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如何陪伴他，去明白他的生命的问题。好，这才是大问题。因为最近咱这礼拜要有几位要落户，还是要洗礼这兄弟。我其实在这段时间大概2-3个月来，我发现真的跟他们在谈话当中，甚至门徒训练当中，他们也一直在对焦，在教会的生活里面，他们慢慢的更成熟。而且我发现这一块的牧养工作，是我们每一个长老、每一个同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具备这个能力，能够陪伴信徒来做的。因为他们在被需要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答案的时候，当你愿意陪伴他的时候，他得着了生命需要的方向。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比咱敢若为伊祈祷，比咱敢若讲知影伊有来也无来，然后敲一通电话，更较要紧。我不是讲这样免做，我的意思是咧讲，那个舍己的过程不能单单只有牧师一个人，而是要每一个人对焦在这个事情上面。所以顺服不单单只是一个概念，我来参与事奉。我即摆咧想的是讲，咱要安怎互咱的教会伫事奉的内底，要安怎陪伴咱的兄弟姊妹。所以咱即摆我看到这个兄弟因愿意的心的时阵，当我咧甲伊邀请讲，有一天吼，咱的教会吼，若需要什么事奉，你唔知有意愿无？伊讲无问题啊，牧师你讲你讲一句就好啊。我终于知道说，哇，那个影响力吼，是从不是牧师跟他说，是过去当我陪伴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他比起我跟我的关系好来邀请的还要有吸引力。所以我们要重新了解圣经里面约翰福音，好，我们记下来，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我们非常熟的一段话：一粒麦子，好，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啊。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认为每一个无道友伫教会的出入，你要让伊的生命经历哦，要去经历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你要看见伊的生命有迄个反转啊，爱让伊安尼修正甲反转的迄个过程啊。咱若无去看到这个部分吼，你会发觉真无彩。伊伫咱的中间吼。有可能干那啥，干那吃吃喝喝啦。我不是讲吃吃喝喝不行哦，吃吃喝喝很好哦，有必要哦。像你看上个礼拜天哦，你们大家我们大家忙碌完哦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吃个东西，然后大家一起聚集，一起分享，我就觉得非常好。那个过程，如果教会每一个人，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智，然后大家在落实门徒训练工作。你就会发现，那个顺服的心，还有付上代价的人，会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来顺服跟从主。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最要紧的一个概念。当我看到耶稣伊要被定，但是足侪人，我咧相信，竟然是兵啊，是强迫。你想看嘛？兵啊哦，兵啊有官威无？伊是讲来，你来。但是足侪人。伊讲来，你来，大家人有可能会针对这个兵攻击他。你为什么强迫我们去？我们不要。群众有群众的压力，兵可能只能为尔。伊虽然有权叫人去做，但是人多兵就唔敢讲啥。伊就安怎强迫人来，你来。我就咧想讲，耶稣活的时阵才有影响力。
啊，竟然无一个人愿意走出来讲，来，我来帮耶稣排这个十字架。我相信，当当时门徒四散了后，等在门徒走了，然后很多信徒，甚至很多跟随者，他们也害怕。信徒啥较走了，因为伊看耶稣行一个新者，知影伊过是一个做能力的。做能力啊！啊，有能力的人，今仔较会去受到即款的结果。对。所以伊惊着。对。较有可能的。所以啊，有可能嘛？人群，因拢愿意跟对上帝，跟对耶稣。啊，即摆咱嘛是会啊。我愿意跟对，但是爱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就无一定啊哦。每一个人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做合理的一个逻辑概念。今仔日若关系到我的生命、我的家庭、我的生活财产，这拢是割舍。所以我感觉讲这是值得互咱思考的议题啦。耶稣伊若无死个活啦吼，我讲遐个速度吼，遐个速度袂为着主来殉道，因为伊看到主个活的人，伊知影即个人吼，毋是普通人，是对上帝来，所以甘愿为顺道啦。伊耶稣伊还袂死个活进前啦吼。正正伊敢若看到伊身体啦，但是伊所看到的结果就是讲，你即款人遐厉害的人，啥人会搁行会用警示十字架顶，所以你有心内有咧要求。这个情形就是安尼，无啥人耶稣死过的是，迄11个使徒拢，逐个拢为主耶稣殉道。迄就是伊知影这个人就是对上帝，死过我，这敢若成真，伊是生命满口的，甘啥物解说。所以，甘愿哦，安尼为伊的福音来殉道。啊，其实牧师，我家己本身咧讲一寡较直接的话语吼，要教导人直接的话语吼，我其实想足济啦。想讲，敢会因为安尼，互即个人伤着？敢会互因为即个人对我的看法？敢会我安尼讲了后，伊后摆拢无要来啊？吼，这话其实我拢足接咧想。啊，即摆我拢感觉讲，我若无甲讲，即个机会就无采去。后摆毋知影有迄个机会啊无？甚至我嘛看到有真侪像青少年，因过去嘛有来到咱遮，咱拢有熟悉，但是因后来拢无来啊。后来走去做诈骗集团，黑社会。啊，我即摆常常感觉讲啊，真无彩，咱无把握着迄个时间，赶紧去救一个人。所以我即摆我的想法、看法拢感觉讲。如果咱跟一个人若有法度建立关系，咱应该把握时间，谈道啦，谈论救生命的道啦，要安怎救伊生命活命的道啦。啊，因为你若跟伊探讨的时候，你会思考到足侪议题哦，你会思考到足侪伊听有听无的问题，你讲的清楚袂清楚的问题。所以咱伫迄个过程的中间，你得安怎，你就会更加的顺服神，说神啊，我能力真的很缺乏。我今日讲这个话，啊，看伊的面色敢若无介好。主啊，我真正做软弱，但是我做意爱，我做希望我传福音会当更较有气力。我求你，互我有更较顺服的心。我真正爱付出更较侪代价，因为我看到伊今仔日这个反应，互我感觉我真艰苦心。啊，我嘛看到我家己真正真不足，啊，求你，互我有智慧。所以这是我一直咧思考这个物件。咱要安怎？我毋是咧甲恁强迫讲，咱要做马上要做啥物工作。我的意思是咧讲，其实咱伫顺服的过程，爱付出的这个代价吼，咱要安怎去思考？吼啊，这有做真侪赞处啦吼。好，啊，咱倒转来，圣经内面其实有2个所在吼，伫讲到第一个亚伯拉罕，伊献以撒，伊是啥？迄是别人吧？虽然迄是伊的囝，对无？啊是安怎吼？伊堪上帝的约束。竟然是因囝爱付出代价，你无感觉吗？像咱毋是伊家己，伊讲主啊，你莫台湾囝啦，台我就好啊，我献我家己就好啊。这个故事我过去我就一直咧想啊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，我头拄咧讲的耶稣，伊要迄个行甲上帝这条道路的时阵，有人为伊付出代价。亚伯拉罕，伊甲上帝信心，对上帝信心嘛。但是伊是上帝交付伊，你就将你的囝，对无？咱的想法是感觉讲是安尼。但是伫我的看法，我感觉讲，啊是安怎上帝
是干那上帝看阿伯拉罕利用尔嘛。啊无以撒若听到，爸爸啊，你是安怎？你看上帝约束，啊是安怎？上帝卡要杀我，啊上帝安尼对我无介公平哦。哎，迄个伊要甲以撒摕去献的时阵，是以撒嘛毋知影，伊毋知影对。后来讲以撒是不是他是一个比较智能比较低的，就有对，也有这种话语哦。迄旧约咁信仰哦，旧约阿伯拉罕哦，伊要离开伊的本地时，迄是上帝亲自哦，甲伊讲话呢，叫伊离开哦。对。要信仰保罗哦，迄是主要所亲嘴哦，甲伊讲的话哦，这两件代志哦，迄是上帝哦，变成是上帝亲自甲伊讲的话哦。对。摩西呢，伊今日先来顺哦。伊伫西奈山顶看到迄刺白倒时哦，去伫天西哦，甲伊亲自甲伊讲话，迄拢有甲伊讲话呢，所以哦，就是讲会完全的顺服，就是安尼啦。因为拢有亲自上帝甲伊讲话。对。我讲啊，你话你若无亲自上帝甲伊讲的时候，会讲看几个当时。所以最后上帝伊亲自准备一个羊羔，来坚固阿伯拉罕的信心嘛。我的意思要讲这个物件就是这啦。当咱愿意献心，伫你身躯边的人会安怎？爱付出代价啦。今仔日牧师，我是恁的牧师，上帝爱我带领咱做伙，会当伫大桥教会，咱来起造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毋是牧师付出代价，是牧师伫开拓上帝道理。咱做伙同心祈祷的中间，其实咱每一个同工拢是付出代价。但是伫付出代价中间，上帝会亲自为咱备办羊羔，安怎？羔羊安怎？来坚固咱的信心嘛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，无论是领受异象的，也是付出代价的人。咱拢爱有一个备办，有一个准备的心，就是上帝为咱备办啥？备办咱所需要的。所以我感觉这个真理真要紧哦。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咱若无这种概念，你会发觉哦，牧师你敢出一支嘴尔，这做工的人无应该要死。但是我拢会想着讲，敢真正安尼？牧师咧思考的展处，迄个角度，每一个所在拢爱面面俱到。这个所在若无注意到，迄个所在若无注意到，随时就安怎魔鬼就来攻击，这是真实的代志。所以咱来了解，今仔日咱所看阿伯拉罕伊献以撒，这是别人来为伊来付出代价。另外一个部分，保罗的事工，伊家己爱付出代价。使徒行传第16章啊，咱知影保罗伊顺服异象去马其顿，对无？去马其顿宣教的时阵，结果是虾米人？是虾米人？被拍落架，你敢知？我讲保罗，伊顺服异象去马其顿要去宣教，结果伊伫菲律宾的时阵安怎被掠？安怎落架？对吧？所以咱来知影，就算是一个牧者，伊顺服异象有真侪时阵，伊爱背负着什么？背负着别人对他的看法。背负着别人对他的压力，所以咱想到牧师想要我咧甲咱鼓励讲，咱爱常常为牧者祈祷，爱为牧者祈祷，因为咱若无咧为牧者祈祷，其实牧者一直拢咧安怎？伊咧思考的展处，那亲像保罗，伊顺服异象，伊看到一个异象要去宣告，敢真正别个人拢看无？属实的，上帝就是敢若互伊看到，无马其顿要安怎？即马较有可能福音传出外口，无可能啊。所以咱爱了解，牧师有真侪时阵会看到，咱就爱了解讲，牧师，安尼你有啥物款，我会当来甲你斗相共。初代教会迄阵哦，你看到异象哦，咁即摆咱即个时代看到异象，你爱看共款无？因为到底无共款的啦。其实咱咧看的这段圣经在，伊最主要是咧讲到，咱知影后来是即个苦难伫保罗的身上，后来是即个关受关即共关的即个兵啊，因全家得救啦。对无？这是咧讲的是上帝救恩是在伫倒位，
在地毋是伫苦难的中间，咱得安怎？咱得细线，咱得软正。哦，你讲这个话，爱讲哦，信徒顺服。像你即个讲即句话，你若讲哦，心念了听哦，我当接受。伊讲哦，即摆有直播，什么异象？伊是你家己想出来异象。无要紧，我相信上帝互阮诚做要诚做上帝的路榜吼，阮拢相信讲上帝互阮的感动甲异象的看见。我感觉讲你若无要相信，迄是我对上帝遐来异象，迄嘛是你家己看，还了解我意思。我嘛袂因为讲你安尼讲，伊无逐个想法拢共款啦。所以为什么咱爱祈祷？今日咱若听一个牧者伊要讲这个代志。咱来看，咱来想讲，到底咱伫祈祷的内底，上帝安怎互咱看见要安怎做伙来做？我感觉讲咱会当做伙讨论啦，较侪讨论，较侪祈祷，较侪伫咱要安怎共同做伙来搭合。我相信只要咱会当，感觉讲这是会使做的。上帝爱咱做的，吼。上重要是啥？咱较毋知影讲这是毋是？你讲保罗吼，伊袂记得传福音吼，伊拢有印象的呢。主要说拢有印象讲，你往对着行。安尼像即摆咱即摆时代啦吼，咱较有可能哦，会拄着即款哦，主要说即个印象是主要所来哦，要叫咱会啦，会啦。那常常看，我感觉常常看圣经祈祷，上帝互咱有一粒心吼，咱的心会自然有法度通去理解啦。我唔敢讲吼，这就是啥物异象啦。但是我会当甲咱讲，这是我的看法啦。吼，因为我就像你讲的，我有当时我讲上帝互我的感动，嘛无拄人要相信啦，对无？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咱来领受做伙去领受上帝互咱的呼召，这我想这较是重要的啦。上帝互咱的呼召足简单的，圣经内面吼，尽心尽力尽性听主你的上帝嘛。你安怎听？你安怎听看有啊？吼。听上帝的人会安怎？礼拜会安怎守掉，奉献会守掉。来听厝边亲像家己，甲人的关系建立袂好。这足简单的吧？所以你讲什么异象？我讲简单的，圣经内面讲的诫命第一条、第二条上大第二条你若守会条，佮互看出讲有影。这个生命真正有这个特质，所以我拢感觉，只要咱来当往安尼努力，然后团主的道解，互伊了解，有一个听咱的主上帝，安尼我相信福音就传出去啦。所以我拢感觉讲，其实咱唔免惊啦，不用怕啦。我觉得还是在于我们好好跟人建立关系，然后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然后让我们的生命是学习见证主的，然后荣耀神的。软正的，咱就大家互相相敬，大家互相相代祷，看上帝安怎甲咱调整改变。从到这啦，伫台顶甲你讲，掌上帝话哦，同来甲我讲啦吼，同上帝来甲我讲，都安怎样做的时候，我讲你听啦，这个话我来讲，话一寡相信就相信，讲上帝。伊他毋来甲讲，他要甲你讲咯。对，你咧讲的这点吼，我是个人可以感觉讲，咱会当检视啦，我们可以检视它啦。安怎检视？第一，你会当甲伊问，你敢有咧？你有咧灵修祈祷无？伊若讲无，你讲到这哦，拄仔互你讲到，我最近做无用的，但是上帝嘛有缘做听我，你敢佫会想讲，佫继续安尼，爱继续祈祷哦，爱常常祈祷哦。你讲迄礼拜，安做一个检视，但是较毋是去做咨询啦，接顺安尼啦，所以像我妈妈有时嘛是真爱用迄种较常的接顺安尼。我妈妈，你毋免安尼讲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你会当讲一个佫较好的，用较好的方法讲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就好，你多谢你甲我讲。所以我过去我嘛是足无欢喜，有当时伫这过程的中间拢是冤家啦。后来我发觉讲，当你了解一个人伊的心意，你会发觉讲，伊咧讲的，迄真正是上帝咧甲伊透过伊咧甲你提醒的。所以有真侪时阵，我咧讲这个代志，有个人无了解，无法度理解，是因为我有经过这个过程，所以我毋是徛伫我的妈妈，徛伫我咧保护我的家人，毋是，我咧徛的是徛伫我理解我的家人。
好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咱每一个人，无论对咱的家人，那对咱厝里的人也好，也是对咱教会内面大大小小每一个人也好，咱来互相理解，吼，互相体贴，互相理解。啊，伫不足的所在，咱互相带倒，吼，啊，求上帝怜悯，吼，我感觉上重要是求上帝怜悯，咱拢是软正不足的人，吼，啊，咱若求上帝怜悯，上帝自然怜悯我们，我们都不是圣人，我们也不是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被因为耶稣基督得救的宝血，好，我们才得以洁净。这个我说是最后一个问题是，看你安尼解说啊，这个啥迄个南门教会迄个牧师的八手啊，摔落头安尼，今仔日啦，这个聆听着牧师出笑啊，伊拢壮年，伊都50几岁啊，拄着即款代志咧，同样的事啊，我讲，咱当然咱顺就顺着，啊，那你的解说啦吼，即款的你要安怎你要安怎解说？啊，你问我讲上帝讲，啊，伊对上帝信啊上帝主权伊实在上帝啊，伊咧要互回到即摆结束是这样，我讲你少讲即个话哦。我的看法是，就像我老伙人甲咱讲，咱爱把握咱的生命人生哦，爱做啲正确的事啦，做上帝爱咱做的事啦。啊，人安怎？我相信上帝要互伊发生什么代志吼，迄真正毋是你料想会到的啦。因为像你讲我车祸嘛是安尼啊，啊，但是你若要讲做嘛是有可能啊。我即摆拢毋敢讲哦，你上即款即两个例条，我拢毋敢讲，哦，伊是犯了啥物罪？我即摆毋敢讲啊，这讲毋对的哦，叫上帝。当然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是伊个人跟上帝的关系。啊，但是对咱来看，其实咱会当理解讲，其实人若要互上帝用，咱来用着所在啦。所以我想要你讲，我最近吼，我一直拢咧思考讲，到底圣经内面咧讲的主的道是咧创啥？你若甲整个甲看起来，其实拢跟福音脱离不了关系啊。传福音是大使命啊，啊，什么是大使命啊？使命是啥？大的哦，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使命的工课会当有足侪赞处，但是这个使命重要的就是，亲像耶稣甲过活了后，甲门徒讲的，恁着互万百是叫因安怎来成做我的门徒。啊，这成做门徒就讲，该教导因的，就爱教导因来守。啊，要教导因，就像我头拄仔咧讲的啊，那当人来，咱无咧甲因教。啊，就是无咧教导因守啊，安尼你想迄敢对？所以干那即点吼，我就想着讲，哦，这袂使，这袂使。所以我认为啦，一个人咱若是适当去甲伊讲，咱莫甲伊讲啊，这个人哪会讲安尼？毋通，咱着爱徛伫信仰上，这是主的道。若是这是主的道，爱咱做的，会记得，这叫做伫顺服内面所爱付出的代价。当然吼，你爱牺牲的啦。当然你讲我毋对啦，我讲你还佫倒转来想，每一摆像即款人来入来的时候，伊敢听会落？敢毋是伊的需要，敢是讲哦，心灵上的啥物创伤，还是家庭有啥物问题，还是讲好，伊拄着是我八百个代志要来教会。啊，你敢无想讲，伊是为着经济问题入来教会？当然，这拢有可能，这拢有可能。但是我比较像我讲今仔日早起有一个带咱对面的一个姊妹，伊的先生吼，就是因为伊的腰子有三粒迄个水泡，啊10担啊，吼10担哦，啊伊的太太咧讲，牧师借着即摆的机会，希望有机会我的先生会当入捌迄个信仰。这段时间偌久长，你毋知？至少3、4个月，伊的太太先来学吉他、学吉他，但是每一次我都会不断的用教导、体谅，甚至用祷告。伊是咧做这个啥？做这个长照，好，伊嘛领到这个长照的证照。你知道今天整个我这样子陪伴他，今天早上告诉我说，牧师，假如接下来我的先生有可能这几天临时有突发状况，可不可以打给你？我说没问题。
然后我甲伊讲，我讲安尼，伊可能嘛无啥要传神仙祈祷，我就传一封大祷文，我用伊的角度，主啊，我为着我的神仙安怎来祈祷。然后伊接到这个祈祷文的时阵，伊讲太好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毋知？伊知影爱为因神仙祈祷，但是伊毋知影要安怎讲什么祈祷文。所以你想看，当咱有一个，咱有咱去思考一个人伊的生命的迄个需要的时阵，你家己想较侪，其实你会帮助一个人，伊会豆豆去体会到。啊，我毋知影伊什么时阵会接受到这个信仰，但是今日我伫车顶是载因先生，因太太家己徛倒摆啊。我看伊讲真侪，因先生嘛，整个人是打开的，迄个心胸是拍开的。过去我感觉，他好像都木讷寡言，可是我今天跟他谈话完，不一样。这个过程从哪里来？从你的陪伴，从你付上代价的陪伴。所以我唔知影伊什么时阵样得到救，但是至少祈祷我有教导伊，因太太。第二，该传的道是伫祈祷文内底安怎讲到主，讲到将生命交托。这就是咧教导啊，所以无对，无拄人拢会当接受，但是至少咱爱把握时间。你头拄咧讲到一个牧者，伊发生一个车祸，就安尼来离开，真少年。我29岁，我车祸的时阵，我就咧烦恼这样代志啊。我毋知上帝会要留我活命无？我倒伫病床顶是一直咧想这个代志。上帝敢会互我好起来？等我好起来了，我开始咧想。我做一个牧师，我今日遐准备讲道片，我讲道片是咧讲啥？我无法当去讲到上帝道是要做啥物代志。所以你头拄仔讲到咱的这个同工，咱这个同工其实是来到咱教会提起私底下要甲牧师谈哦。讲牧师，你安怎咧解说上帝圣经的话语啊？这句话，互我一个足大的强心针啊！对，这就是我的掠条的功课。但是我期待是咱大家做伙来读经，做伙来去做传福音的工课。咱后壁面迄子安的同学，高中同学嘛，大学同学，他已经受洗了，他的生命是经历了牛鬼蛇神里面经历到神存在的事实。他正要经历的是，也期待把福音带给他的家人。所以我拢相信讲。每一个咱人的关系、生命的关系，拢足重要。所以我是感觉咱爱把握这个时间年日啦，好，咱今日先到这，咱做伙来做一个结束的祈祷，主啊，阮感谢你，愿阮有一粒愿意顺服的心，就算阮爱付出代价，虽然有时毋是阮来承担这代价，有人为着阮来担，但愿上帝你亲自来坚固、帮咱。当阮有一个新的意向，无论伫阮的家庭、伫阮的教会、伫阮的小组、伫阮身躯边的人，阮会当传达一个意向方向，生命的改变的方向，阮拢爱有信心，对上帝你有一粒信靠的心，互阮的心会当通过阮的信靠的中间，上帝你互阮明白，阮是上帝你所呼召的百姓，阮着爱常常伫生命的道路内面。无惊劳苦，无惊付出代价，坚持行到见主面的时，恳求你嘛，赐予阮有气力甲信心，学习亲像西门相款，甘心愿意的为着主。虽然伊一开始强迫，但总是阮相信主你所托付予伊举起的十字架，互阮会当开始学习为主来付出代价，排起十字架的道路，虽然劳苦。虽然有代价，但总是阮的生命要赏赐予阮有丰丰富富的快乐。求上帝你带领你的教会甲信徒，互阮同心掠着阮甲主你的关系，将上帝国的福音带到伫需要的人的身上，互更较侪得救的灵魂日日加添，祝福伫你的教会。同心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愿主赐福大家，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，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。愿你平安。